后来随着这个边境来解封，旅行社是大大来松一口气。进前安尼速救大下巴岛经2年外，总算是经过关了。台中的旅行社最近是无闲甲爆炸，包括日本的东京、大阪，包括南韩的首尔等等，旅行团总共接80团，已经满单满到明年的3月。甲进前凄惨落魄的状况比起来，真正是天甲地、天堂甲地角，心情亲像咧洗三温暖。旅行社讲已经2年外了，迄种无团通出的食土的悲情，即卖总算拢过去了。对，除夕北海道现在目前都满了。有民众敲电话咧问讲日本团的代志，旅行社员工甲讲过年期间拢满，话还未讲煞，办公室另外一支电话搁打啊。韩国目前都没有位置了。电话接袂煞，大家拢伫问讲出国旅游团的相关的消息，因为国境解封，民众都想要出国，旅行社人真正是有够无用。等到农历过年前，我们已经预收到这个客户的热烈报名，还是以日本、韩国比较热爱参加跟报名。哦，目前就是有秒杀，就是10月23号跟11月1号的这个嘞。旅行社业者讲，顶礼拜开始伫公司的官网开团，其中10月23要去日本北海道的团，伫这个消息抛出1分钟后，就接到中科一间公司的主管敲电话来讲，36个名额伊拢未拍什么招待员工出国去游览。其他东京、大阪了所有等等所在旅行团，总共接80团，反应嘛真好，已经满到3月份啊。之前的真的电话连一通都没有，我们都很怀疑电话是不是坏掉了，所以当时呢真的是觉得很失落。那忽然电话整个爆满，那电话真的是每天接不完，一个家庭、一个家族或者说公司员工旅游整个包走。旅行社进前因为疫情影响，拢无人敲电话来伫门顶，是一团拢无出，无钱通赚，只好呢扩大下卡案例。啊，即马国境解封，旅行社电话接袂煞，团单嘛接袂停。想到过去2年外无团通出食土，还佫兼袂水饺的情形，会感叹讲总算已经过去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